诚心，诚心就是讲诚之所至，金色为开，气质之不变，亦可诚心之化之。咱今日，咱的心有足济欲望，足济杂念，足济遐歹物件，甲咱吸着，就像迄水管，水管去互吸着就袂通，所以咱伫咧修办道嘛，戒者固执，戒者吸着袂通的所在，了袂通就是哪修甲真艰苦，修甲全问题，要安怎倒迄个通了，安尼吼。倒去通了，通了若甲倒落，自然遐物件就化无。你今日修道，为什么来足济袂通的原因？其实毋是送袂通，是咱家己袂听。所以咱家己袂通，就拢讲足济理由，送对我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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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所以我毋要出去啊。安尼毋好，其实是你家己无好，咱家己无好啦，要摕足济理由，送安怎？其实。有人时啊，人讲鸡毛小事家门批代志，无溜溜轻松松来事，也着安尼安尼遮大严重的代志，所以就毋修毋修到尾就安尼足济是非走出来。这个是非出来要如何？其实今日修道，你若有诚心，你所有遐看的遐拢会化。为天下至诚，安怎为人化，对无？为天下至诚，为人化，敢若至诚会当化。冰冻三尺，为一之之寒，对无？但是呢，太阳较照会化咧，会啊吼。太阳若较照较久安那化，是太阳较照无久袂化。所以今日咱修办道，咱各位呢爱常发这个私心。第一良心，第二诚心诚心啦吼，第二诚心，第三忠心，我讲过啦吼，忠义天职，负起责任，可以培养杰出，唯有忠才能尽义之心，至死不变。所以咱今日修办道，忠心是一个足重要的物件。所以希望咱呢，这个忠就是讲至死不变。亲像这个诸葛孔明，伊呢老爸到要死的时呢，委托阿斗护的，老爸甲孔明讲啊，我这个囝啊，扶一你甲扶，若袂扶一皇帝，你家较会做。但是孔明呢，伊呢就是啥，就是讲脚中。